用干稻草编织出来的茶寿，是早期客家庄保温食物的好帮手。最初参考鸟巢编织做法，制作程序繁复的茶寿，逐渐被现代化的保温瓶所取代。还好，现在有人正努力保留前人智慧。就算手指变形、满手老茧，刘玉英却从不喊苦。投北41年了，手都做了你看变形了、弯了啊，肿了，哪里都受伤。但是我还是坚持要继续做下去，不做的话，这个会失传的了。虽然做茶寿很辛苦，爱做惯了，不做也不习惯。40年前，在当护理长的刘玉英，想起小时候总是用茶寿里热腾腾的水替爸妈泡茶，儿时的记忆温暖着她，也希望能让父母随时喝上一口热茶。刘玉英开始向邻居的阿婆从头慢慢学怎么编织茶寿。草编要先将麻绳穿进缝制到古代的布袋针，接着用力缠绕稻杆。我们做茶寿做真的蛮辛苦做的。做一个茶寿要出力啊，出案例啊。我的针又布袋针这么长，出案例，天天都做。从一片孝心出发，没想到后来声名远播，订单多到让他应接不暇。为了使用起来更方便，刘玉英也会做一些贴心的改进。我们做一点点尖尖的，我们手可以这样一放了就拿，一放了就拿，就很顺手。40年如一日，刘玉英用青春岁月守护着前人的智慧，让客家茶寿成为兼具实用与收藏的艺术珍品。上课喽！做官呢，做官呢，做官呢。